希塔美德下載溝通。溝通係人與人之間連結嘅橋樑，讓我哋能夠分享思想、情感同埋知識。無論係語言嘅交流，定係情感嘅表達，溝通都係建立理解同埋信任嘅關鍵。當我哋學會有效嘅溝通，我哋嘅關係就會變得更加深厚，我哋嘅合作亦都變得更加嘅順暢。溝通唔單單講係說話，而係一種聆聽同埋回應嘅藝術。真正嘅溝通，讓我哋能夠理解他人嘅需求同埋觀點，並且揾到解決問題嘅共識。溝通就好似一條明亮嘅道路，讓我哋喺複雜嘅世界揾到共同前行嘅方向。呢種力量唔單止改變我哋嘅生活，亦都能夠促進我哋喺各種關係嘅成長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溝通嘅定義，我知道溝通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溝通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溝通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溝通嘅觀點，我知道溝通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溝通係安全嘅，我懂得溝通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按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